神，则位100年，曾不得一道之一二。此后世有扫象之说也。夫义之本在象，而扫之，将何以见义？岂非以世人之耻以外，而其内，求其末，而弃其本于？故习义者，必先去其弊，所弊者，多而不精，博而不深，能于貌，而不及于神，以为能通行，而不知其无益的也。故各异之序，夫子不禄，今取文王者为经，而及其他端乎以礼者，述之为传，是学者之所宗。声音那个声音是在念《易经》正式，《易经》正式，《易经》正式，证明的证，解释的是。